监管嘛是互人足无奈，来看到今年新历6月初8，苗栗的通霄镇发到头一个番麦糖，短短4个月时间，规个县拢总18个乡镇市，敢若剩7个县市无代志。经济早餐人通报讲，秋兴滚糖因为爱食番麦，就那个叫做番麦糖。东螺乡有人头一届种番麦，也未大长，就互食这个糖食了，实在是灭口无目屎。甲番麦叶啊掰开来看，一只秋兴滚糖就味伫内底。农民真无奈讲，这是上歹看的开箱文，因为规片才拄种无偌过番麦田，若看到叶啊顶出现一粒一粒的屎，就会当确定已经受到秋兴滚糖的伤害啊。有没有？这边它的口系的前面有个 Y 型，然后屁股有4点。苗栗县政府农业处讲，今年6月初8，通霄镇的番麦田发现头一个秋兴滚糖的案例了后，4个月内18乡镇市就在会出现秋兴滚糖，会当讲有种番麦的乡镇就有出现。那经过确认有秋兴滚糖的菜园啊，就爱做管制。管制到作物翻耕，那我们后续还会再放一些秋行菌的虫的一个那个诱剂粘连板哈。中央目前针对秋兴滚糖实行第2阶段的防疫，若喷药啊管制农作物翻土，搁会伫土翻过地区，可能会当成弹过去的好心纸。观察防疫的效果，农民若是有发现秋兴滚糖，就要赶紧通报给农业单位，安尼才会当赶紧想办法来做防疫的工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